第6集。今日講強化學習，呢種方法教 AI 玩遊戲、行路，甚至下棋。強化學習嘅核心概念好簡單，做啱嘢就俾獎勵，做錯嘢就俾懲罰，就好似訓犬咁，做啱就俾零食。喺強化學習入面有幾個重要名詞 ：agent 就係學習者 ，environment 就係環境 ，action 就係動作 ，reward 就係獎勵。舉個例 ，AlphaGo 就係用強化學習學識圍棋，佢同自己落咗幾百萬盤棋，不斷改進策略，最後贏咗世界冠軍。強化學習嘅難處係要平衡探索同利用。探索就係試新嘢，利用就係用已經識嘅嘢。好似揾餐廳咁，係去新餐廳定去老地方？而家強化學習用喺好多地方，機器人控制、遊戲 AI、資源分配，甚至藥物研發。下集我哋講 NLP AI 點樣識得讀同寫。記住訂閱、